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最棒的搭档。小松鼠滋滋是森林里最快的跑者，每天都能在树枝间跳来跳去送松果。但是滋滋有个坏毛病，总是忘记谁订了什么，常常送错东西。熊猫 Q 宝是森林里最细心的居民，他有一本厚厚的笔记本，记得所有动物的订单。但是 Q 宝动作很慢，光是爬下一棵树就要花半天的时间。有一天，森林要举办中秋晚会，山羊爷爷需要50颗栗子，兔子妹妹想要20根红萝卜，狐狸先生订了30个苹果。但是时间只剩下1个下午了，滋滋自告奋勇要帮忙送货，他咻的一下就收集好所有东西，但是送到时却乱成一团。山羊爷爷收到红萝卜，兔子妹妹拿到苹果，狐狸先生看着栗子发呆。Q 宝赶紧拿出笔记本，但是等他慢慢走到每个地方，晚会都要开始了。月亮已经悄悄爬上天空。这时，猫头鹰老师飞过来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合作呢？滋滋跑得快，可以送货。Q 宝记得清楚，可以整理订单。”2个小伙伴决定试试看。Q 宝把订单用颜色小纸条分类，红色给滋滋挂在脖子上，蓝色留在自己这里对账。滋滋像闪电一样在树林间穿梭，这次他每送一样东西，就撕下一张红色小纸条。Q 宝在家里核对蓝色小纸条，用铃铛摇响表示正确。不到1个小时，所有东西都准确送达。山羊爷爷的栗子，兔子妹妹的红萝卜，狐狸先生的苹果，一样都没有错。晚会上，所有动物都称赞他们是最棒的快递团队。滋滋开心地啃着奖励的松果蛋糕， Q 宝慢慢吃着新鲜的竹叶。从那天起，森林快递公司开张了，门口挂着大大的招牌，上面写着滋滋 Q 宝特快专送，保证又快又准。每天早上，滋滋把货物绑在背上， Q 宝仔细检查清单。他们一个负责跑腿，一个负责记账，成为森林里最受欢迎的搭档。有时候遇到特别急的订单，像是小鸡宝宝的生日蛋糕，滋滋会用超级速度送达。Q 宝就在家里准备好冰凉的蜂蜜茶，等滋滋回来解渴。下雨的时候， Q 宝会用竹子做成防水背包，滋滋就穿上特制的竹叶雨衣或拿雨伞。他们总能想出好办法解决困难。
森林里的动物都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完美的组合，就像月亮和星星，虽然不一样，但是在一起就特别美丽。现在滋滋再也不怕记错订单，因为有 Q 宝的好记性。Q 宝也不用担心动作慢，因为有滋滋的飞毛腿。他们常常坐在最高的树枝上，看着自己送达的货物，让大家开心的样子。滋滋会说：“我们明天也要继续努力哦。” Q 宝就会慢慢点头，露出憨厚的笑容。渐渐的，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学会了一个重要的道理。每当看到滋滋和 Q 宝一起工作时，他们就会想起，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啊。在一个温暖的午后，滋滋和 Q 宝坐在他们最爱的老橡树下休息。滋滋数着今天送了多少件快递， Q 宝则认真的在笔记本上记录着。你知道吗？滋滋突然说，我以前总觉得自己记性不好，很糟糕。Q 宝慢慢抬起头，露出温和的笑容。我也常常嫌自己动作太慢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滋滋开心地跳起来，因为我们一起合作，就能把每件事情都做得又快又好。Q 宝点点头，眼睛里闪着温暖的光。这就是分工合作的魔法啊！微风轻轻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也在为这对好朋友鼓掌。从此以后，森林里的每个小动物都明白了，当我们互相帮助，发挥各自的长处，就能创造出最美好的结果哦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